波士帶你遊世界之美音導航第5站，內蒙古穿越呼倫貝爾草原，漠河追光深度體驗8天精華之旅。本次旅程帶你探尋草原與濕地嘅壯麗風光，感受濃郁嘅蒙古文化、河式風情以及自然奇景。旅程從內蒙古嘅明珠海拉爾開啟，穿越世界著名嘅天然牧場呼倫貝爾大草原，欣賞草原與城市嘅完美交融，品嘗地道蒙古美食，體驗豪邁嘅草原風情。走進大興安嶺深處，探尋中國最後嘅狩獵部落奧魯古亞部落，與馴鹿親密接觸，了解鄂溫克族嘅獨特文化。呢度係中國唯一嘅馴鹿之鄉，森林與馴鹿構成咗一幅原始而純正嘅畫卷。由根河一路向北，抵達中國最北嘅城市漠河，親臨網紅打卡地漠河舞廳，嚟到中國最北嘅村莊北極村。呢度有神秘嘅北極光，冬季可以體驗到極寒天氣下嘅冰雪奇觀，而夏季就可以感受到白夜嘅現象。無論何時到訪，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嘅鬼斧神工，仲可以打卡最北郵局，寄出一張嚟自天涯海角嘅明信片。帶你深入亞洲第一濕地額爾古納濕地，呢度係蒙古族嘅發祥地，有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嘅馬蹄坑，自然生態豐富多彩，體驗蒙古族迎接遠方賓客最隆重嘅傳統儀式下馬走，參與精彩嘅蒙古族歌舞表演，騎馬奔馳喺遼闊嘅黑山頭上，乘坐越野車穿梭濕地，感受自然嘅靜默與生機勃勃。夜晚入住頂級豪華觀景蒙古包，仰望繁星點點嘅草原夜空。等我哋前往充滿異國風情嘅滿洲里，遊玩世界知名嘅土娃景區啦！呢度唔單止係影相留念嘅絕佳地點，仲可以欣賞到獨特嘅中俄文化。夜晚嘅滿洲里燈火璀璨，入住土娃主題城堡酒店，仿佛置身喺童話世界中。全程精選當地特色餐食，包括蒙古族風味、東北農家菜、俄式豪華盛宴等等，讓你盡享舌尖上嘅內蒙古。波士親身打造極北8天深度遊，帶你遠離城市嘅喧囂，擁抱草原嘅自然同文化。今期就講到呢度先，除咗 like、shar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記得幫手 like 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同埋開心分享群啊！下期再見。